忧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守，才袂行行看人忧。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何方小鬼，温馨在手。大胆小鬼，还不回去！既然我过，正是按这客人心会口的奉献的，我属干部告出门来一打不碎，就义忠良，不论何处，我夫妻。传说在古早以前，下藩两位将军本是伫天庭的天河宫内掌管牛配、电工以及黄河之水的两名水神。夏将军当时身为工魁神君，来主掌着凡间电工之水；范将军则是河工神君，主掌着凡间黄河之水。两个人情同手足，无疑有一天。老谢。你我中年在天河宫内为凡间的江河牛配天水，也毋过究竟是黄河的水较强，也是长江的水较旺？你敢有真正估计过？哈哈哈哈！长江乃是天下第一大江，伊的长度超过黄河甚多，当然伊的水量嘛应该远远胜过黄河才是啊。我认为是黄河的水胜过长江才对。你想看卖？你我时常加添黄河甲长江同款的水量，为什么独记着黄河常常过万泛滥成洪？这就证明黄河的水量胜过长江才对。这就是证明长江只要食水7轮饱，黄河就要用米咯。所以
黄河的时常泛滥成风，也都是这个道理啊。啊，你是中江的水量不如黄河咧。你中管的水量差我差太多咯。你较热心，我较爱背，要称重是谁较重也唔知哩。岂有此理！谢必安甲范无咎，为了征问着国主掌管的江河才是天下第一，竟然渐渐动怒，随后大打出手。江葵神君，河江神君，你两个人该当何罪？罪该万死。哼！虽死又不能抵消恁商人祸害凡间千万百姓无辜丧命之罪，定本该将你打入铁丝道，永世不得轮回。但是，定念恁两个人往日尽忠职守，这一摆打破天水港，又搁是无心之过。定愿意予恁一摆的机会，以求实际造福凡间百姓。作为弥补今日恁两个所做之好，下玉皇天尊不杀之恩。天河公主何汉言，即时以混沌帮打散江葵神君以及河江神君，在天界一切基业，然后流放凡间，投胎为人，不得为止。真好，好听啊！哇，真好真好，你要出去啦？请夫人落轿。阿妹，请落轿。啊，小心点啦！有够厚面皮啦！啊，未必的讲啊，敢叫夫人啦！哎哟，要戳破人的嘴唔食呢？对。安怎？袂有无啊？啊无，你是看了目空咧笑？人迄吼是阮人尊重我，啊无你是要安怎？啊无你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安妹，莫生气啦！你著甲当作笑就好，莫插伊嘛。安妹，行，咱来拜拜哈。好。跟你嘛咧误睬人的嘴，甲迄种人住咧搭嘴讲，咱莫插伊，来来。行。
小阿公，你好。上阿公啊，地主谢东江啦，大家嘛知讲咱这上阿庙去你家母遐顶悬。上阿公啊，拜托你着保庇阮安某吼，巴肚中的囡仔会当平安出世。亲像家母小家仔共款安尼，保佑伊安尼一世人哦，永远健康高水吼。拜托拜托。正红阿公啊，你都爱庇佑地主哦，范师傅哦，也早时会当生一个后生，也安尼传阮范家的香烟，也若无我对阮祖先是袂得当过哦，我着拜托你吼，拜托拜托。敢会听的哦，无包叫。快来，真无来，你来去。去！换哪个师傅啊？无啊，你明明请我这要请大哥三伯咧，你也要请的，无你啥物意思？你讲？哎呀，你这瞎东江你咧啊！你真是欺人太甚啊！你去请大哥三伯是我先讲的，以你何干？哎呀！照你的话听起来，你著决心要甲我抢三伯呢？咦，你抢就来抢，我敢要抢死你哦！好，我著唔信讲你偌免啦，我今日要好好甲你教示一下，互你知影讲天地归根当。看阮来看招，哈！明明都讲看云，即摆哪会出脚？伊明明是用这个小人的步数，这步唔是小人步，这步做淡薄以为渡江。以为渡江，安尼我嘛会。呀！呸！哎呀，你用这个无卫生的垃圾步。你着会啊，我煞袂学你啦。哦，我今仔一定要你青笑啊，青笑！
容易哦，还袂死啊！多谢你哦，等你要甲我带路啦。算5斤仔米来啦，蒙起龟啦。搭一斤仔油啦，摕等阮兜卤鼎尻川啦。哼！哼！家仔，多谢。较等下来去陈家燕老师遐听伊讲学。好，真好。安尼啊，安尼，咱是生理人呢，目睭就爱闭较紧的啦。这年冬啊，哼，干伤是袂少啦。哎哟，有一寡人啊，哼，卖5担米掺一斗沙。差你去死啦！哈，听伊讲啊，咱这条街啊吼，有一间迄落啥物写死写钱的卖银行，啊专门吼咧写死写钱，啊卖一斤油哦，含4两水啦。你哦，若去大鱼的时阵哦，就爱较细致咧，唔通去用偷灌水，有听也无啊？我啦，阿娘，人伫咧讲，冤亲不如君灵啦。啊，恁安尼自少年冤到老，还佫冤为先哟。先啊，袂咧，安尼才有义娘啦。哎哟，实在有够衰啦，甲迄落番薯的大厝边啦。安尼啊，你甲看，哎哟，搭好甲迄落什么店名？番薯，番薯就是番薯啦。啊，若甲即款的番薯的大厝边啊，无水嘛带水。我你听你讲啥？我你听你讲啥？无你讲我写是写一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即款的番薯的大厝边啊，无水嘛带水。无你听你讲啥？我你听你讲啥？无你讲我写是写一，我写是写一，小查某。莫搁讲啊啦，安尼啊！啊，当初2家祖先啊，为着要争做一个路子安尼，啊，即个冤仇结到即阵，迄传出去吼，会风笑啦，吼。好你去死啦！笑，有啥物通好笑啊？哎呀，也无啥物通好传啊啦！规个福州城哦，啥物人唔知影讲，咱社家甲伊还家是世家呢？啊呸呸呸啊！谁甲你是世家？世仇啦！啊，那这个仇啊，是可加不可改啦。这是恁祖公啊传落来呢，到恁这代哦，也是共款啦。啊！搁搁鸡仔叫生落来啦，你莫记得，笑。看看，我咧看啥？你莫去啦！告诉。别安啊！我看咱这2家的世仇啊，一定都要有咱这代啊，也就是咱2人爱彻底将伊化解才是啦。我嘛是安尼咧想咧，也毋过，你敢有啥物办法？我是讲，你嘛是无办法，对无？所以讲哦。陈家燕，你入遐来。别太胆大人，小太我。你是啥物人？无代无志，走来才要找死。我是福州府连江县的官人王光忠，互恁所伤的人啊，是这回抱上我来拜访陈大人的2名捕快。论公论私，我拢应该出面阻止恁继续行凶。阮是受人之托，要来杀陈家燕，甲你无关系。你闪下几个，以免受连累。敢问高人，要杀害老夫的人，
是毋是东条丞相假输的？这种代志，你家去问甲龙。陈老师，老师啊，请起来，请起。阿姨，陈大人是阮老师咧，你讲这什么543哈？都对，啊，敢想要抬阮陈老师，啊，恁真是议员锤锤哦！议员锤锤，什么叫做议员锤锤？有够假咯呢，叫做一颗推推啦！你实在真唔知死活呢。靠！你唔知议员锤锤，你若唔紧想，我连你两个拢抬。哎呀，煞甲咱当作3线2线呢？我该拼！拼！这个勇士是，算起来是我的学生啦。因两个时常来这个斗云山哦，听我的讲课，落去去下必兰，过去叫做帆布球。好球，谁来学这个名呢？听伊讲，就是因老爸啊，甲下必兰这老爸啊，赌气超工甲学这个名啦。意思就是讲，我什么人啊犯到伊啊，都无救啦，唔只有都帆布球。是安尼哦。你两个好会记哩哦，卡出来以后若搁互你当着，我叫你两个永远看棺材。对，扣下有记，起。小等下，安尼都想要闹炮，要收回有去嘛，爱留这个风名。哦，都对，啊，无名无姓，要叫我哪甲你会记哩？无诚意，吼。阮姑娘叫做白衣如，恁大姊我吼叫朱玉芬啊。请。小等下。恁两个人不但这武艺高强呢，而且性格搁遐尼耿直。如果请随本官呢，到处理一寡下门的代志，那呢一定是阮百姓之好啊！大人的意思是要请阮两个去做官。是啊。哎呦，我一个无救的啊！阿娘甲你讲的吼，你都爱会记哩哦。你若吼做捕头了后吼，就较接去隔壁迄间写死写情的迄卖油的因兜吼，甲顺顺的。啊，若掠着吼，因卖油头灌水，马上甲掠去衙门讲尻川。哎呦，好啦，哎呦，我赞成啦。人阮安尼吼去做捕头吼，后摆迄个姓范的啊，就爱对咱社教较客气的。要若无吼，我就叫安尼，甲因两翁仔某掠去讲尻川。对啊，有理哦。安好，阿爹答应你去做无啦？有听无？你阿爹答应啊啦。多谢阿爹，多谢。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阿娘，啊你甲我滴这点话，敢若味道咧？哎呦，无救的啊！这点毛啊吼，你甲看卖咧，搁发臭，而且搁空金的，这阿娘吼专工去请人定做的呢。哎呦，你甲看卖咧，甲一般的人是拢无共款哦。遐尼治起来吼，我兄捌的哦，吼。另外听捌袂了，恁阿爹吼特别去搬车传天啊，最有名的设计师啊，设计这个口牌啊，就是伫要互你睇啊！来，你我细声，这得人听啊！你看啊，终身发恶，表示你做人严正无私，做人真公道，知唔知？啊！对啦。阿爹阿娘，恁甲我装这个形，搁甲我当作是心灵，终身发恶。阿爹啊，你哪有这个款？哇，迄真有咧咯！安尼行咧较大班，也无较好看。是啦，安尼偌好看咧哦。安尼好看。好啦，安尼好看啦。阿娘甲甲你保证，若你这顶捕头帽啊，全国找无第二顶的啦。来，紧起。阿娘哦，特别叫人甲你定做的呢，红安尼，啊，就会看到你的人，安尼毋才会兄头啊。啊，国家兄头嘛免伫个帽仔顶上，伊
见大见。讲，好囝，这你着来。咱做歌上重要，就是要有人缘，一见大景，大家看了嘛欢喜，你自然就受欢迎。是啊，啊，这隔离顶半部是词语，啊，恁偏偏甲写作图，啊，唔知影的人若看到，大家嘛讲意见大图，图。啊，伊专工嘛要安尼。阿爸意思就是要阿你拄到歹人的事啊，你头壳搞以后，嘿，互伊看到咧，一见大图，伊就知讲拄到你，伊这下一定图。对啦。假使讲哦，若看到善良的百姓哦，咱头壳就该甲点讲小招呼一下，安尼人就会看到迄个见啦，一见大见啦，对无？安尼阁有理哦。本来就种有理呀！恁阿爹的设计是世界一流的呢。来，阿哥啦，这个孔明是啊，听就听，这多兵野计，正兵野日。来，你家讲嘛，野。好，这倒兵野。对，啊，正兵野。对，真的。我来讲，阿爹送的这个孔明是的意思啊。就是爱你以后亲像孔明同款，心机妙算，判断绝对袂错误。这支花翎是互我要创啥？哎呦，戆囝呀！这支花翎意思就是讲吼，若看到歹人啊，这火就倒啦，就爱紧去掠歹人，知无？对。哦，来啊，你实在有够巧咧！你阿爹细写一个讲安尼啦。多谢阿爹。谢酒。哎呦，免，哎呦，搞咧。不叫诶，必然。不叫。将先还恶，绝不变。一见大见，必射票。等一下，各位，恁等下稍等，我一摆请管老爷出来一下哈。你稍等哈。哇，这我食啊这济货啊，捌看到工程，工程生最现的啦。你来看，哎呦，迄工程刀啊，遐大个，哎呦，放下啦！高这水鸡啊，唔捌看场面啊，臭爽，笑死人。夫人，咱借问一下，伊即嘛是咧马上臭爽啊？哎呦，你骂你啦，马上！你骂我？哎呦，你是足可爱哟！你这一人的面头前，你敢搞嘛？阿爹，哇啦！这个所在是公堂呢，公堂你若要冤哟，你冤唔冤就看伊啦，你若要冤就来冤，啥物惊什么人啊？对啊，看是要订高机的，还是要车饼肚吼？我阿妈要你甲教啦。对啦，哎呦，你啥啦？讲故意人哟，东东啊，再见饼。是安尼啊，你点啦，见饼。去，给他打掉嘞！安娜，我看歹人啊！哎呦，这变输赢了是吧？阿六来，你莫搞讲，你来你东东是小话啊，小话啊，你讲话呀！
是。各位，今日甲大家介绍者，新来两位捕头，谢捕头谢必安，范捕头范无咎。对错，今日甲两位捕头进来者。谢捕头，王捕头，不敢动，不敢当。何志雄，在。交代恁两个啊，带两位捕头，四界行者，看卖咱这一块环境，知无？是。跟你说，徛好，徛好，啥物看呢？失败啦！失败啦！高调，失败啦！失掉。我输你摕遐大了无你？啊，你想输我摕遐细了？你招我啊！无解我讲考考下。来啦，啊，讲算错尔，你就安尼唱去。来。两个这都是地路啦。失败啦！无礼拜啦，来。失败啦！5点，该你。出来，有我吼，出来。卖吵啦！我输叫你俩搞单怎么吵？7点，得啦。孙兄，你介绍两个捕头来啊啦！啊，插你咧捕头啊！捕，插个一空啦，捕。比你啦！这倒位啦？招了。还搁伫安尼去得看，啊，搁唔来见过，黄捕头甲小捕头啊。黄捕头，小捕头。我讲体啦，你这第2摆，我讲伤细，你叫啥物名？足有准啊！这名嘛歹，爱改，改啥？改姓地，天啥？地保子。我安尼看恁两个哦，安尼甲咱两脚啊来抱甲安尼，啊敢袂足负的。袂啦，就等真好过啦，2点钟就来搭卡啊。嘿，都对，我等下。无啦，唔是，捕头，是2点钟后我来换班啦。伊讲唔对，唔是。来，咱身为捕头，哪会你甲犯人跋筊？这摆原谅你，以后绝对不可哦。袂啦，捕头，我敢保证，我代替你证全，从今以后唔跋筊啦，跋筊出面头尾死了了。安尼嘛差不多。啊，来报呀，爱红签呢？啊？签？啥货啊？谢必安甲黄无咎因两个做恁监官的捕头啊！我爱哭啦！你看咱输，即摆情形啥款？办事敢若无啥较偌好哦。我看吼，南面落乌阴天啊！我实在会哭啦！是啊，师傅，迄个谢必安甲范无咎吼，是一年监管管理吴光中所聘请，前往就任的，再连互伊出一点仔状况，报以前的冤仇。当然咯，迄是当然的，哪通互伊遐好食薰啊？佮再讲要抬单家言啊，是咱师徒3个人开基立业所接头一件生意咧，哪通按好甲咱弄散去啊？岂有此理！行，你开脑眼毛！小等下啦，叔啊，我看卖啦。若经过我4月去探听吼，迄个单家言，伊较早咧做官的时阵是清廉正直，伊是一个大好人呢。咱本来就无应该甲接这笔的生意，迄奸臣杀害重用，安尼是会臭名万年啊！师傅哦，接这笔生意的时阵哦，啊，着多啉酒醉啊，啊，定金摕起来，倒手就开了了啊。但讲哦，摕人的钱财替人消灾啊，啊，哪有法度啦？我知啦，咱上亲友，咱替害人就好啊。问题是师傅身躯也无半切，啊，要去什么行人啦？
了到你孙子的，不然你摕去断啊！断你去死啦！这是毋是孙金的啦？这是喷擦的啦！呀，若无啊，哪法度喷甲真嘛咧？想嘛知影。有啊，讲到钱我才想到。拄则孙子兄弟，即摆来样玩？啊，你是啥物代志遐尔欢喜啊？人讲啊，无钱歹过日啦。啊，咱影响食安甲范武球的两人先周转淡薄啊。啥？你叫两人借钱啊？平，讲就较好听啦，啊讲拼较实在啦。拼？哦，我知影，师傅，你意思是讲设计骗你钱对吗？这叫做一针二个，问哪兼细口。安尼哦，一来报仇，啊二来自救啊，迄毋是正好啊！师傅啊，你是用啥物方法设计骗因的钱？讲骗人的哦，是师傅我专科呢。来，你过来，我甲恁讲。阮别人啊吼，一向拢伫甲我斗顾油汤啊，毋捌咧出入来我啦。这社会经验较浅啦，希望多多啊甲指教呢。是啦。想遐客气啊！哎，是讲代志啦，啊是啦，阮武球哦，自细汉咧中间啊，伊也就是拢伫阮美术店面哦，也伫做石头啦，毋捌出入内外，尤其是歌厅方面哦，都拢都较袂晓咧。以后望你多多甲伊指教，啊，阮两个哦，想要先倒转来，代志若有闲哦，再来阮斗坐啦。好，一年到先交要是吧？好，是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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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是呀，是呀，是呀。出白人头，白人头。哎呦，啊这有够好大胆的啦！竟然吼，敢踮喺这悬崖面头前咧卖人头啦！哎呦，无叫呀！紧甲伊杀起来！朋友啊朋友，安定生活上自由，平安就是福禄寿。面头前咧卖人头啦！哎呦，无叫呀！紧甲伊杀起来！杀起来！别讲，我是别讲三暖。哎，叫走去啦！紧嘞，我叫诶，甲你下边做来去，我代替你替人家讲我，紧嘞，行。是。哎呦，咱是生安怎啦？迄阮翁甲阮囝咧。笑破人的嘴，啊要争功劳嘛无争志气。哎呦，啊无是安怎？你看了目空咧吃，你滚好，你是我刀无？你是要安怎啦？啊无是要安怎？有人看到半斤咧报无？报金要500两，报银咧算半价，啊若报土的吼，添2两，报。你哪咧报？波头壳的，世间也有这款代志的。这代志啦，这交代互我来甲了解一下。哦，这吼一定是江湖变现啦。哦，今年调查方式，今年紧去紧转来吼。是。兄弟，别，阿家对你来，这江湖术士这变现来的步数，我较了解。我对你来，你才袂吃亏。嘿，对，较紧，紧，进来，紧来，紧来。人头，有波头壳，真奇啊呢！老板啊！
无大牛赢啦，有人要买无？喂，阿太，小等咧，小等咧啊！是啊，你叫我小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哦，你长头白手住啊，这个所在伫卖人头啊！哎，你怀疑来，我问你，你是小的，还是真正有人头人要卖？当然嘛是真正有人头要卖啊！无论查甫查某的，小的老的啊，一粒伊就500两啦。啊，你身躯条金，500个啦。哎呦，你卖人头，伙食阁不止啊齐全哦！哦，你唔食饱营养，专门伫杀人都对面，足可爱，足可爱。来，有机会，家己啊，那个节唔减班。这马爹啊，安怎来？无情无义，迄是要来讲定罪啦。哦，爱情故哦，我这简单。来，我问你，你咧卖人头啊？伫倒位，你莫带阮来看嘛呢？哈，要看人头啊，这简单啊，身躯定金200两，啊，若无你若敢看无要买，啊，我唔是加工的。定金哦，哇！来，摕去，我紧，恁阿爹是老江湖，唔惊要变什么梦。紧啊，摕啊！哎，定金计收啊，绝不退行啊！请问吼，你唔特别什么款的人头吼？凊彩有道，哈，有得哦，啊，这简单，来，跟我行。行，阿爹啊，这其中有一个，哎呀，无什么通惊啦，恁阿爹伫你身躯边哦，我免惊。阮爸大家工袂细工，拜托个，请你共看卖。哦，那他破工吼，我全科无问题。啊，你是要保金的，还是要保银的？啊，搁有保头的？无咯，啊，你的医法唔知是安怎？啊，若无你医了，啊，就医是，啊，我就食下来的。哦，你放心啦，那保太太这门功夫吼，是我组团的艺术。报落去是报死的。报落去。啊，不是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的腔口较重，报死的，实在是啦。哦。嘿，啊你钱要摕啦？啊，钱，什么钱啊？是啊，定金200两，先摕钱才看病。若无我若甲你保好，你甲我闹跑，我要找无钱仔摕。你摕啊！哦，我这边就到，啊，不看不回应了，听。听啦。也别了。好，行，对我来去哈。啊是要去倒位？这世间的代志是无奇不有。啊，你免讲，毋捌听过宝头壳这门描述啊，就确定我是一个骗子啊！啊，即摆我就当场证明互你看。啊，若保无好吼，我免甲你收钱。哎呦，你免惊啦，目睭刻刻啊！啊，无等下吼，我若背愈大空，我是毋知影哦。啊，你哦。免啊怨叹，免忧愁，荣华富贵毋免求，是好是歹在人受啊，怨叹命运无理由。人生啊人生，人生啊人生，钱银较多，啥人无想？有赚嘛着会晓想，才袂行行看。